后来小连续2波的寒流，台南市的龙鱼产业损害严重。除了沿海地区的养殖地的沙白鱼，当时10万外尾之外，这个北门甲将军的洋芳龟嘛受到陷害，30公顷的洋芳龟害溜溜，损失将近77万。 风直直吹，塑胶布游拢游袂掉，下骹的芳龟拢已经冻伤去。冻一下哦，这袂大啦。黄牙龟子连金怀拢互冻伤去。冻着金布吼，金布然后白去吼，都切。有的原本后礼拜使采收，即马拢报废啊。有诶大粒啊，你要收一下，拢打起来无效，无法度啊，我当收啊。连续2摆的寒流，台南北门和将军区的芳龟拢无法度挡过即摆的低温。拢去啊，拢无法度，拢打去啦，打去这拢无法度通挂。龟仔田拢真惨，农民损失真严重。无田都无大劲，啊，佮了去啊！看阮这少年咧，转来种这新吼，做这农业，看要哪有出脱。我2个月算一起来40几万呢，40-50万。全台湾芳龟的面积有898公顷，台南市就有552公顷，占全台湾的61.4%。即摆北门区、将军区2区通报芳龟受损的面积30公顷，损失金额76万8千块，财损累积2.4%。龟龙讲政府的补助虽然也是有补助，不过也是了钱，这个年真正真歹过。